月想唔想參加法外大賽？我參加法外大賽一定會瞓覺咯，瞓着咯。咁咪好咯。如果你唔可以瞓，瞓着㗎，我真係㗎，係啊可以瞓着。佢哋啱啱講咗，如果你唔瞓着咧，你係會贏嘅。我要如果好難有瞓着。有獎金咧，唔係我覺得我會瞓着，所以就會好快輸。中意食咩韓國食物？即係蟹。夢月中意咩顏色？其實我中意咧戰係咯。 Idol Girls 嗰個湖水綠咯，湖水即係 Tiffany 嗰隻。夢月有冇中意啲咩卡通人物？我好中意好多咯 ，Pokemon 咯，跟住同埋宮崎駿咯，同埋一時諗唔到，俾啲時間你。都係呢啲咯。你最中意邊隻？ Pokemon，我中意伊貝，啊，我中意妖精伊貝咯，嗰度掛咗隻。隻。我屋企都有公仔，因為我細個覺得好似隻狗仔咁好 cute，跟住或者我中意阿羅拉版嘅綠尾咯，即係白雪。哦，白色嗰隻。係啊，嗰隻好 cute 啊！銀色嗰隻。係啊，白雪雪。會唔會想試下演戲？想演青春偶係啊，可以係啊。青春偶像劇，試一次俾我。青春偶像劇。係中學未體驗過啲咁美好嘅愛情，體驗。你一定要睇韓劇睇上到啦。佢可唔可以車人有做？最中意嘅運動係乜嘢？除咗跳舞之外，好似都冇咩咯。之前好中意打羽毛球同埋跳繩咯，哦。但係好細個嗰陣時咯。而家就冇咩，但都可以即係都會同 friend 玩下打羽毛球。時間差唔多啦，時間差唔多啦，期待6月1號嘅活動。我哋5月30號、 5月30號、5月30號、 31號都有活動，我哋俾心心，到時見，俾心心。 3、2、1。